金色貓金色嘅超賽一定係打到，再睇埋你啲魔攻係幾多，我1800都打到噶，1800破蒲打到啦已經。我未整到2000就係啲正身咯，所以係冇問題。2000唔叫正身啦。2001係正身咯，2000係屌1800嘅就係正身，大佬我覺得1800噶嘛嗰陣。1800啫嘛屌！打緊晒㗎啦已經。唉，我而家咧 G9，總之至到騎士團嗰啲都未做，但係我就做22至25就完晒。哦，轉8個。S7啦而家啦，我想轉翻黑魔先，升緊呢啊！我升埋你應該1500咯，魔攻未有飾物。轉翻聖盾。我頭先咧去咗跟2場街場嘅貓服，屌嗰個農業快到，唉！我而家冇升呢嗰嚿嘢，冇咗嗰啲盒仔，我要打賽亞斯升呢。我而家每日可以重新一次，又有好多嗰啲磨腳水。如果我要留翻啲每一日用，因為有啲嘥時間，留翻俾磨腳水用。唉，我要諗錯陣。唉，整啲新嘅嘢都難搞。又要搞主線，全部特性冇。咁咪黑來黑巨獸喎。